喺呢個世代，有能力嘅人好多，但係如果出現喺錯誤嘅時間、錯誤嘅位置，就算幾有能力，可能都冇用武之地。如果話做一個啱嘅選擇，就可以令到人成功，但係如果呢個時機嚟得太早或者太遲，個結果可能天差地別。而家好多人都好聚焦喺能力或者係選擇上面，但係佢哋都忽略咗一個好重要嘅變數，就係時機。好多已經成功嘅人，佢哋都好明白時機嘅重要性，等待、辨識、順應時機。喺易經入邊嘅第一卦乾為天，就講得好清楚對於時機嘅掌控。乾卦嘅核心精神係講人生唔係靜止嘅，係要不斷咁創造、調整、前進。同時咧，你要知道幾時潛伏，幾時出現，幾時警惕，幾時跳躍，幾時飛，幾時停。乾卦嘅第一個爻初九潛龍勿用，對應嘅係人生嘅處力期，啱啱開始起步，喺度學習緊，喺呢個時候資源不足。如果對應喺事業方面，就係啱啱起步嘅階段，唔需要急住去創業，或者要求一個高嘅職位，先累積沉澱核心嘅技能，由基層學起，將基礎打好。喺關係方面，呢個時候你唔需要急住去討好所有人，或者強求親密關係，你先要去了解自己，將內在修得強大。對應金錢方面，喺呢個時候先唔好急住去投資或者去借貸，一定要先儲好緊急嘅預備金，學習理財嘅基礎。喺健康方面，唔好急住去安排做任何嘅運動，或者係任何嘅飲食改變，先建立好規律嘅作息同埋飲水嘅習慣。喺呢個階段對應嘅人性弱點包括有急躁同埋自卑。你可以每一日去累積1% 嘅學習，例如每一日睇5頁嘅書，或者係每一日花5分鐘去打磨新嘅技能。3個月之後，你會見到複利嘅力量。你亦都可以每一日寫低一件今日我學到乜嘢。呢支爻俾我哋嘅人生啟示係先儲力再發力，呢個係人生入邊好重要嘅一步。首先我哋要學識扎根。第二爻九二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呢個階段嘅意義係人生嘅亮相期。你可能已經有小成就，喺呢個時候你需要有貴人，你需要去展現自己。喺事業方面，你可以主動向上級、行業嘅前輩或者係客戶展示你嘅成果。試下喺開會嘅時候多啲發言，或者去經營你嘅自媒體，俾更加多嘅人認識你。喺關係方面，試下走出你嘅舒適圈，去認識新嘅朋友，主動去邀請同事食飯，或者去參加唔同嘅活動。金錢方面，開始一啲小額嘅投資，或者去發展副業，多啲向有經驗嘅人請教。健康層面可以係將你嘅健康習慣公開，揾到志同道合嘅夥伴一齊去堅持。喺呢個階段入邊，我哋要克服嘅人性弱點有懦弱同埋怕被拒絕。你可以每一日做一件微小但係需要勇氣嘅事。例如主動去結識一位新嘅朋友，喺會議入邊提出你嘅建議，你亦都可以累積99次被拒絕嘅經驗，然後你會發現你嘅勇氣同埋信心提升嘅唔止係99%。呢支爻對應嘅人生啟示係先接受自己嘅不完美，俾自己企喺聚光燈之下，俾貴人見到你，然後去扶持你。乾卦嘅第三爻九三，君子終日乾乾，直剔曰：厲無咎。
呢個呢係處喺人生嘅向上期，喺呢個時候你責任重，壓力大，好容易呢虛耗自己。喺事業方面，你日頭要高效嘅工作，夜晚呢要復盤改進，學識呢拒絕無效嘅社交，保護精力。喺關係嘅層面，經營關係都要虔虔，定期關心你嘅伴侶、家人同埋朋友，但係亦都要直剔，避免呢情緒勒索或者呢係過度付出。金錢方面，保持穩定嘅收入來源，同時呢要警惕意外嘅開支，建立呢每個月財務嘅復盤。健康方面，你日頭可以去做運動，可以工作，但一去到夜晚就要適時嘅放鬆，可以做下冥想。喺呢個時候，你要警惕過勞嘅信號，例如失眠、肩頸痛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要克服嘅人性弱點包括有焦慮同埋完美主義。設定一個70分嘅原則，只要一件事達到70分就可以去做。記住，完成比完美更加重要。每一晚用5分鐘去寫低今日做咗啲乜嘢事，令到你感受到能量提升。呢個爻俾我哋嘅人生啟示係作息要符合天地嘅規律，識得休息同埋放低嘅人先至可以走得長遠。乾卦嘅第4爻9-4，或躍在淵。喺呢個時候，你喺人生嘅抉擇期，你會面臨轉型，喺度考慮要唔要跳槽、創業、轉行。你可以先試下一個小規模嘅測試，例如係兼職、副業或者係進修。喺關係方面，你可能會考慮要唔要結婚，要唔要生小朋友，定係要唔要分開。你可以先同伴侶嚟一個深度嘅溝通，嘗試呢去做一個小改變，例如呢去調整相處嘅模式，約定呢大家喺星期5嘅晚上唔用手機。喺金錢方面，你可能呢面臨要唔要投資，或者呢做一啲財務嘅決策，前提係你先要確保至少有3至6個月嘅備用現金。健康方面，考慮要唔要嘗試一啲新嘅療法，可以先做一次基本嘅身體檢查，了解咗自己嘅身體狀況先。喺呢個時期，我哋要克服嘅人性弱點包括有猶豫不決同埋恐懼失敗。無論你想做啲乜嘢嘅嘗試，可以呢設定一個3個月嘅試驗期，去設定止蝕線喺邊度。呢支爻俾我哋嘅人生啟示係，試咗就算失敗，其實都可以復盤再嚟過，總好過未試過而後悔。只要你將風險控制喺可以承受嘅範圍之內，呢個就唔係一個豪賭。卦嘅第5爻9-5，飛龍在天。人生喺呢個時候可以話係巔峰期，事業有成，關係穩定，財富充足，健康良好。喺事業方面，你繼續發揮你嘅影響力，記住保持謙卑，接受批評嘅聲音，一切就會往好嘅方向發展。關係方面，幸福嘅關係嚟自於懂得珍惜，彼此雙向奔赴。喺金錢嘅層面，記住財富豐裕嘅時候，更加需要好好咁規劃，同埋有智慧咁運用，先至可以延續豐盛。健康層面，喺呢個時候，身體處於巔峰嘅時期，要避免過度嘅放縱，養成良好嘅作息，定期去做體檢。喺一個咁好嘅時間，我哋都需要克服嘅人性弱點，就係傲慢。成功嘅時候要保持住謙遜，係好有挑戰性嘅。可以揾敢對住你講真話嘅朋友食飯。更加好嘅係學習中華智慧，修心養性。試下每日寫低一件感恩天地嘅事，因為喺呢個時候，你應該要覺察到成功絕對唔係取決於個人能力咁簡單。呢支爻俾我哋嘅人生啟示係，飛得越高，越需要有智慧去提醒自己，
雲下仲有山，謙遜係巔峰者嘅保護傘。最後嚟到上九，亢龍有悔。喺呢個時間，人生呢進入咗過火期。喺呢個階段入邊，會貪多求快，唔知道停止，導致呢反噬。喺事業方面，過度嘅擴張同埋過勞都要適時嘅制止，可以慢慢退下火線，或者呢可以暫時休假。喺關係嘅層面，控制欲太強，要求完美，導致呢伴侶或者係小朋友逃離，需要學習放手，允許別人成為別人。喺金錢方面，過度嘅貪婪、過度嘅投資、高槓桿嘅投資都唔再適合，要做好合理嘅資產配置。健康方面，進入咗暴飲暴食或者係過度訓練、捱夜，喺呢個時候進入一個失控嘅階段，需要尋求專業人士嘅幫助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需要克服人性裏邊嘅貪婪，去參加一啲嘅修行營，去連結真正有修為嘅人，多啲同佢哋一齊。喺呢個時候，只有足夠嘅人生智慧，先至可以修出美好嘅人生。呢支牛俾我哋嘅人生啟示係：貪婪令到你以為唔夠，其實當你將個心收滿咗，先至可以得到真正嘅富足。如果當你已經經歷過全部6個階段，又或者你處喺一個所有條件都喺度劇烈變化嘅時刻，你嘅核心心法應該係啲乜嘢呢？喺易經64卦入邊，只係得乾卦同埋坤卦喺六爻之外，分別多咗用九同埋用六。一般嘅卦只係得6爻，每爻係陰或者陽，係冇用嘅。乾卦嘅用九所講嘅見群龍無首吉，指嘅係人生圓滿期嘅階段。喺呢個時刻，你超越自我中心，動態達到平衡嘅狀態。喺事業方面，你唔再執着喺做老闆定係做主管，你會知道幾時要行出嚟帶頭，幾時要配合團隊。喺關係嘅層面，你會尊重每個人去主導自己嘅人生。喺金錢方面，你明白到財富唔係為咗控制，而係為咗自由。你會學會捐獻、傳承、放手。喺健康層面，你唔會再追求最佳嘅狀態，你會接受身體嘅自然起伏，有時休息，有時鍛煉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要克服嘅人性弱點係控制欲。用九俾我哋嘅人生啟示係：真正嘅自由唔係永遠企喺高位，而係隨時可以退落嚟嘅選擇。